呼呼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幽默精靈啊！幽默包含咗活潑有趣，為別人帶嚟笑容同埋快樂嘅能力。擁有幽默感嘅人，中意大笑同埋氹人開心，為別人帶嚟歡笑係好重要噶。我喺任何情況之下，都嘗試去睇下事情明朗嘅一面，唔會任由逆境去令我沮喪，所以能夠保持良好嘅心情。幽默唔一定係指講笑話或者搞笑噶，而係指一個人能夠用有趣、好玩同埋具想象力嘅態度去面對我嘅生命。喺上次嘅比賽，學校代表隊慘敗咯，但係同學會唔會視呢次為鍛煉嘅機會，檢視弱點去提升實力呢？喺群體之中，同學嘅說話係咪總係令到團隊嘅氣氛歡愉啊？節日來臨啦，同學係咪都係中意用音樂為環境加啲氣氛呢？咁你就發現幽默係佢最突出嘅性格強項之一啦。不妨多啲由呢啲方面讚賞下佢，鼓勵同學盡情發揮啦。